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地方债。这个从去年还有前年咱们一直关注这个地方债去年也出了一个化债方案，12万亿。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地方债大半年过去了，看看是什么一个情况。今天主要看的是河北的地方债。正好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报道，说的是邯郸城投它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个邯郸城投它全称叫邯郸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它干什么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是邯郸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主体，承担着主城区以及东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运维、土地整理开发等关键职能，同时涉足房地产开发与租赁业务。这么一说，邯郸城投到底什么个公司，什么属性，对吧？承担什么个职能，大家也就明白了。它就是地方债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缩影。我们通俗的说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左口袋右口袋，政府的一个钱袋子。一般的地方政府它没有办法借钱，地方政府它不能直接跟银行借钱或者跟这个第三方借钱，地方政府倒是可以发债，发债也得通过地方的这个人大要审批，最关键是要上级部门同意。所以以政府为主体直接借钱呢非常少，所以都是政府下面的这些什么城投公司然后政府控制的银行、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对吧？政府控制的这些什么国资委，他们去负责融资、负责资本运作、负责投资。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地方债在明面上的那些各个地方发行的债，那个都是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但是在水下的你是根本看不见的，那就是什么城投国企，对吧？替政府背的债，它背后都是靠政府的信誉在。但有这个债权人愿意给这个某个地方的国企投资或者参与他的项目的，看重的是背后这个地方政府的信誉。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也介绍过。所以这些笼统的加起来都叫地方债。那么目前这个邯郸城投是什么个现状呢？对吧？这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当前这家公司正深陷经营业绩滑坡、债务压力陡增、资产质量恶化的多重困境。这就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地方债的一个写照。2024年邯郸城投业绩断崖式下滑，公司营业收入7.44亿元，同比大跌49%，规模净利润2443万元，同比骤降67%，就是下降了2/3。更严峻的是，其传统业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棚户区改造收入均降至零。这个棚户区改造跟地方政府的政策有关系，就是房地产，就是拆旧城区翻新。主营业务近乎空心化。2025年1季度，公司业绩持续恶化，净利润亏损617万元，陷入经营亏损。也就是去年好歹还能赚个2000万，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亏了600万了，这个趋势已经看出来了。就这样它的盈利端呢是高度依赖外部输血。2024年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2.24亿元，这一补助金额已达公司利润总额的4.84%，意味着若失去政府补助，公司将面临巨额亏损。也就是它2024年那个盈利2000万，主要是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了2.24亿，那零头才成为利润，那2个亿都消耗掉了。这就是咱们一直说的，那政府为什么给邯郸城投补贴呢？因为这就是它左口袋右口袋债务结构暗藏危机。截至2024年末，邯郸城投全部债务131亿元，同比下降16%，短期债务47亿元，占全部债务比例36%，成为悬顶利剑。也就是短债非常多，马上就到期了，马上就得还，不还就爆雷。截至2025年3月末，公司速动比率为134%，现金短期债务比0.8倍，较2024年末有所提升，流动比率为328%，与上年末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公司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资产流动性陷入僵局。2024年末，邯郸城投资产总额465亿元，同比微降1.43%，就是它那个资产负债表你看它资产端好像还不错还有465亿就像那个万达王老板的，你要看它资产端，对吧？它还有将近500个万达广场，那显然是有钱人。但实际上呢这个邯郸城投它的这个资产端你把它打开一看，存货与应收账款合计高达330亿，占总资产的71%。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超过
70%资产，70%以上的资产是难以变现的，不是现金。应收类款项长期占用资金，直接拖累运营效率，这就是咱们老说的啊，应收账款暴雷。他那个应收账款是谁的？邯郸城投的应收账款是谁的？肯定是政府的，政府没钱给他，你就拖着呗。所以那进一步加剧啊资金链紧张，也就是说邯郸城投手上的这个资产70%啊，要么就是不能变现的这个什么固定资产啊，这儿一处这个公共设施，那儿一处什么底商，这是他的固定资产。那你说这玩意现在怎么卖呢？要那么好卖的话，万达王老板也不至于这么难受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欠他的钱，他能要得回来吗？还有啊，说更需警惕的是资金回收黑洞，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对部分民营企业及邯郸市四大集团丰收院案件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等单位的拆借款，因对方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77亿元。截至2024年末，其他应收款累计计提坏账准备2.4亿元。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当初啊，这个他跟其他民营企业合作的时候，他给人家的这个借出去的钱，或者帮人家垫付的钱，人家现在还不了了，破产了，那他这个只能做坏账计提，这一块就有2.4亿。邯郸城投最新披露的财务数据已引发市场高度警惕。这家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10亿元的地方核心投融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融资平台啊，地方政府的啊，由邯郸市城市投资运营集团全资控股，实际控制人为邯郸市国资委。2024年，邯郸城投营收同比断崖式下滑49%，仅为7.44亿元，规模净利润暴跌67%至2443万元。更惨的是2025年一季度啊，公司营收只有1.23亿，同比降了36%，净利润变成亏损617万，经营状况加速恶化。那去年那个化债是不是画了个寂寞？是不是去年化债方案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债这么画的话，那只会越画越多。更严峻的是2024年公司传统核心业务彻底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棚户区改造收入双双挂零，收入结构转向房地产开发啊，这个房地产开发占比是59%，和其他业务占比41%。你要转向房地产开发，你是邯郸那个地方房地产开发，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是什么个场景？棚户区改造收入为0，那不太正常了吗？你现在盖好的房子都卖不掉，你在棚户区改造，你卖给谁呢？主业空心化背后是双重困局，一方面项目结算滞后，导致当期无基建收入，但资金压力陡增。截至2025年3月末，公司主要在建基础设施项目尚需投资39亿元，主要拟建项目计划投资33亿元，东区综合开发资金缺口巨大。另一方面，公司已完工项目回款效率极低，也就是他已经完工干完活的这个项目收不到钱，这钱谁欠他的呢？应收邯郸市建设局回购款高达90亿啊，是不是邯郸市政府欠他钱了？邯郸市建设局啊欠邯郸城投90个亿啊，活干完了结不了账。这个棚户区改造业务同样陷入停滞。2018年至2023年间，公司该板块收入全部来自尊师府邸项目，而该项目早在2018年就已完工，总回购金额31.7亿元中，至今仍有4.32亿元未收回。自2024年起，公司将不再形成棚户区改造收入。2024年，公司期间费用高达3.37亿元，占营收比重飙升至45%，严重侵蚀公司利润，盈利完全依赖财政输血，难以为继。也就是2024年啊，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2.24亿元，全靠这笔补助啊，才让公司2024年还盈利了2000万，否则它要亏2个多亿。截至2024年末，邯郸城投全部债务131亿元，其中短债47亿元，长期债务84亿元，短期债务占比超30%，成为悬入公司头顶的定时炸弹，短期偿债压力十分突出。这个一个公司啊，它不光有那个账面的有负债啊，有负债一般的就是担保啊，这是他给别人担保了，那别人还不起，那他就得还，那就变成他的负债。如果别人还得起呢，他就不用还，这叫或有。截至2025年4月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1.64亿，占2025年3月所有权比例4.96%，就将近5%。其中个人房贷担保1.5亿元，其余为本地国企担保，整体风险较低。什么意思呢？就是邯郸城
城投还给别的国企担保了，别的国企借钱呢，他来担保，那别的国企如果还不起的话，那这就是邯郸城投的负债，你就得还。因为这个总额不多，一共不到12亿，别的国企借钱要邯郸城投担保，那都是肉烂在锅里啊，这都是对吧？地方政府的一盘棋，因为只要是国企，那都是地方政府的那个钱袋子，这是大儿子、二儿子，对吧？然后是这个嫡出或者庶出而已。2024年末，邯郸城投资产总额466亿，资产结构以流动资产为主，但流动性隐患突出，核心资产固化。它这个流动资产是应收账款，那这全部是地方政府欠了90个亿。说存货入应收类款项合计330亿元，占总资产比例71%，超70%资产难以快速变现，应收账款长期占用资金。还有啊，这个受限资产，截至2024年末，公司受限资产总额27亿元，占总资产6%，包括受限货币资金5.07亿元，受限存货19亿元和受限无形资产3.24亿元。尽管规模看似有限，但受限资产涵盖货币资金、存货以及无形资产等核心资产，这些资产是保障公司运营和偿债的生命线，其受限直接加剧了整体资产的流动性困境。受限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钱你这不能动，不是法院给你查封了，就是他这钱在那个监管账户里面，这都叫受限。这不是受限什么意思？就不是你的那个你的银行户头的钱，对吧？你想取就取，想用就用，那这个钱占6%是不能动的这个资产，那对吧？那你的挪动的就是空间啊，不就越来越小，对吧？加剧了资金的这个压力，就流动性越来越差。所以我们看了这个邯郸城投，那是邯郸市对吧？那个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主力军，这个没毛病啊。国资委100%控股，现在这个形势越来越难，就是缺钱，对吧？他的应收账款有90个亿，是邯郸市建设局啊。那有人就问了，那建设局为什么没钱给呢？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地方政府缺不缺钱，整个河北省财政状况。河北省的这个上半年的财政数据已经出炉，我们能想到地方政府现在比较困难，但是你肯定想不到它已经难到什么程度了。大家都知道之前像河北省这种地方，它的财政收入对吧，主要是依靠卖地。你说它能有什么产业？钢铁对吧？那钢铁也是受限制，钢铁也跟房地产也有密切关系。也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个河北省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是跟房地产密切相关，不是卖地就是盖房子，要么就是房地产上下游。政府性基金收入里面主要是卖地收入，去年河北全省完成1878.6亿元，这个数对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也不知道，但是你要对比跟2019年那个卖地收入高峰相比，正好跌掉一半，也就是你们家庭的这个其他的开支的不变，但是你们家庭收入少了一半，你琢磨吧，你的家里的日子怎么样？202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的预算是2402亿元，比去年实际完成数也增加了28%，也就是今年它预算比去年还要多28%，就是说这个政府性基金收入那可以说是寄予厚望就像你平时你去年你期中考试只考了一个70分，你父母就琢磨着你期末能考个90分，就这意思恐怕他们认为这个今年的土地市场怎么着也该反弹了，一个跌了4年了，第二个这个政府不停的救市对吧？房地产应该稳住了，所以能多卖点地。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实际完成只有523亿，也就是说河北省今年本来预算卖地要卖2400亿，那上半年就得卖1200亿，咱们简单点算嘛。但是实际是上半年只卖了523亿，就一半的还没到，你说这叫咋弄？预算做好了，那都是收支要平衡的，对吧？那你收入又少了一半，那你开支怎么办？所以你要照这个进度下去2025年全年卖地收入连预期目标的一半都到不了，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多地方计划上马的项目都停了，比如什么棚户区棚改包括一些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拆迁户的过渡费都没有钱支付，这个与卖地收入锐减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对吧？城建局欠着邯郸城投90亿给不了，你怎么给那为什么地卖不动了呢？咱们说的是河北全国是大背景，现在说的是河北，那河北的地为什么卖不动呢？统计局的数据给出了答案，上半年河北省房屋竣工面积增加5.7%，你是不是越可越吃盐吗？这房子本来就卖不动了，它那个竣工面积是房子盖好的房子又多了5.7%，那销售面积呢增加1.5%，销售额减少1.2%，说明这个河北它全省房地产是以价换量，降价促销，但是卖房的速度还是赶不上竣工的速度，那就会导致什么？库存是不是在增加？所以结果就是房屋待售面积也就是库存增加了21%，那你库存这么大，开发商还敢开发吗？房子卖不动，对吧？那要么就是
缓开发，就是慢慢开发，要么干脆就不开发，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房屋的施工面积下降2.6%，就是现在新开工的，大家都得缓一缓了。你这个着急忙慌的把它盖好了，这个卖不掉，你要银行的贷款你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邯郸城头这个棚户区啊，棚改就变成零，就这个原因啊，或者至少跟这有关吧。那这样的话，你还指望开发商去拿地是吗？你即便这个邯郸城头他也没法去拿地了，他的负债那样，他还去银行借钱去拿地吗？啊，所以这就是整个河北省的房地产的一个数据，对吧？这是从供应端看，那从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就是韭菜买房踊跃不踊跃？当然了，这个因为河北省也挺大的啊，个人买房肯定跟各个城市还是不太一样，每个城市每个地段还不太一样，所以主要看自己所处的城市和片区。如果以上这些数据啊，如果不包含石家庄市的话，那就更难看了，就是你把河北省的省会给它去掉，那作为这个河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对吧？邯郸是成语之乡是吧？经济你不知道以什么为主，邯郸一个杭钢，所以你看你要到邯郸的更难吗？那有人就说了，那么全职房地产难道没有一些产业吗？产业就是你就可以收税嘛，增值税对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好歹有点税。这个全国都一样啊。目前企业遇到的问题更棘手，就是内卷、产能过剩，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吭哧开足马力生产，最后一算账全是赔钱。但是由地方政府的他是看 GDP 对吧？第二个那个税收是跟增值税有关系，增值税是主要税种，就是你把生产出来，你税就收到了，至于能不能卖得出去不管。所以你看啊，那大家的动力就是让企业赶紧生产，上产能，你生产出来我税就收到了，然后只有你这企业卖得掉不管，卖不掉你降价呗，这不就卷了吗？对吧？你也降价，我也降价，那大家就卷，卷完了企业不赚钱，企业就不想生产。具体到河北省，你说企业赚钱有多难呢？对吧？这是河北统计局给的数字，2024年河北规上工业利润仅增长0.9%，河北省2024年规上工业的营业收入5万多亿，最后一算没有什么利润。这是我刚才说的，虽然说企业利润降得非常低，哪怕是降到0甚至负的，但是不影响它增值税的跟它的生产有关系，所以增值税的征收啊，这就导致什么？导致很多企业它就不愿意生产了，它越生产越多，它越赔钱呢，企业摊平就会收缩产能，这个产能一下降，对吧？这个增值税也会跟着下降，那怎么办呢？就进入一个怪圈，那就地方政府它还要补贴这些大的这个企业，因为它在赔钱呢，你就得补贴它，你不补贴它，它就本能的啊要压产能，搞不下去了。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叫减税降费，你不给企业让点利益，的企业干不下去，就导致去年河北省啊税收收入下降了1.1%。从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下降7%来看，那整个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的这个规上企业的利润改善啊还是不容乐观，那就会导致地方税的税收收入也可能是继续在下降。我记得前几天咱们介绍做了个节目，就为什么这个 GDP 5%的速度增长，对吧？地方政府收入一下降，你的韭菜压力就大了，就因为你韭菜总不能对吧？看着政府没钱，大河里没水，你小河里水还挺满，这不合适吧？所以说啊，河北省啊，全省2025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那你想想啊，这个卖地少了，增值税少了，但是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增长1.5%，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耳熟能详的、久闻大名的叫非税收入，那肯定是暴增啊。当然了，这个咱要解释一下，非税收入不一定全部是罚没收入，罚没收入只是非税收入中的一部分，就是比如政府啊把自己的这个固定资产给卖掉产生的收入，那也叫非税收入。还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各种行政事业收费啊，这个也是非税收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持续的。比如你有个体育场馆本来是政府的对吧，把它卖掉或者把它租出去，那这个只是一次性收入。比如说啊，把那个马路边那个给你划上停车位对吧，然后把这停车位这个经营权卖99年卖出，这一下回来几十亿，这就叫啊非税收入。也很多地方政府不是卖这玩意儿已经卖了几十年以后了嘛，对吧？还有的把那个景点对吧，以前都是免费的，现在给它一圈完之后，把这个经营权卖给哪个公司100年。但大家想象一下啊，像这种收入啊，如果在那个一个政府的收入里面占比太高的话，根本就不是好事。河北省啊，今年上半年公共预算收入是2646亿，那它的支出是多少呢？它的支出是5222亿，也就是这个它的收入只占它支出的一半。那大家就问了，那它怎么办呢？进得气只有出得气的一半，这不是很快就爆雷了吗？目前不会，因为啊，它还有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通过这个咱们就看到了啊，这个地方债务邯郸城头它为什么日子这么难过？为什么这个债对吧？去年化债出了12万亿的化债方案，现在这个地方城头日子还越来越难过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家想象一下吧，对吧？这个咱们得举例子啊，就像你看，从2021年恒大一暴雷以后啊，这咱们政府就天天救楼市，对吧？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在这个需求端是吧，不停的下调这个首付比例，不停的下调按揭贷款利息，不停的减少各种契税，对吧？印花税，不停的解限购，对吧？你没有资格给你资格。在这个供应端呢，对吧？对那些房企什么白名单是吧？硬贷近贷，各种保房企，但是结局有没有发现这些房企是不是越来越难？央行出了各种再贷款，对吧？鼓励地方政府去收房子、收地，加上白名单。但是你看看房企，哪家房企好了？是不是越救越难？好像越救那个在那 ICU 病房越严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要不然你看万科今年已经从大股东那借了280亿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债也是一样，感觉越多，越化这些投资平台啊，暴雷的就越多。这个你看河北啊，相对来说还不算最惨，那云贵川或者广西这些地方，我想他们日子恐怕比那个河北要难得多。年底啊，最迟明年，媒体舆论大家的这个关注点恐怕又要到地方债上，纸是包不住火的，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对吧？你无论什么地方债还是什么债，无论是你发的什么啊长期的债还是什么短期的债，不管，只要是债你得还，那还你还款来源来自哪里？现在的问题是，你看韭菜不花钱，把钱往银行存，韭菜不买房，韭菜也不买车，韭菜甚至都不去买股票，对吧？你生产出来这些东西卖不掉，从房子到车子以后都会出现这卖不掉，那政府拿什么钱去还这个债？经济越低迷，政府手上的资产也卖不掉，对吧？以前政府手上有一些资产，它可以打包出售。刚才说停车位，以后你这个停车位你就卖100年的停车位，你卖不了多少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韭菜没钱，对吧？我不停车，我就专门停那些不要钱的地方，勒紧裤腰带啊。所以谁要把这个停车那个经营权拍走了，他要赔钱，所以他肯定不愿意啊。也就是说啊，政府手上这些固定资产、经营权都有可能贬值，卖不上价钱，对吧？但是债务是刚性的，咱们一直不说嘛，债务是刚性的啊，资产是弹性的，对吧？好的时候资产值钱，不好的时候资产在缩水，那你怎么办嘛？所以这个地方政府啊，他现在也是迫于无奈，什么禁酒令，对吧？什么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不要乱花钱，不能再乱投资，这也是无奈之举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中，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